年荒草。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，无人笑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足道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夜夜熟悉连招，再无牵挂都发烧。斩断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敢当今生的强大，键盘去演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这所有粮食都被抢走了，我们可咋活啊？咱们这些种地的，两边都惹不起，尤其是那野狼帮，也太欺负人了。是啊，那可怎么办？三弟说齐宣门今年要扩招弟子，你们倒是想……哎，丽儿要是能进齐宣门，对咱们全村都有好处啊。爹，娘，哥，小妹，好久不见。娘，丽儿，不行不行，咱们一家人不能分开。我哪儿也不去，都会好起来的。这不是齐宣门的马车吗？谁家呀？还不快滚出来！野狼帮的爷爷来了！各位野狼帮的壮士，这是小民家里最后的粮食。您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？哎呀，这孩子不懂事啊！行行好。怎么身体如此弱不禁风？是因为没去西轩门吗？哥哥，哥哥，你快醒醒啊！娘，爹呢？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啊？爹好几年前就过世了。齐宣门的马车，这次一定要赶上，也许就能避免后面的事情发生。你去哪儿？哥哥，你等等我！哎，哥哥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，李哥哥！哥哥，你别担心，我学了本事就回来。李哥哥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李哥哥，哥哥。那是你妹妹吗？我家有3个呢。张铁、厉飞宇。就这样，我再次来到了齐宣门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，这是幻境，不是真的。但好像，我只是把多年前的人生重新经历了一遍，直到张铁。张铁，过来吧。
是时候教你些新东西了。谢谢师傅。来，不好，那个人要害他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韩立，怎么是你啊？别说了，快跑！快醒醒啊，韩立！韩立，快走啊，韩立！醒醒啊！哟，醒了啊！哎，李飞宇啊，张铁呢？张铁，谁呀？就是跟我一起在莫大夫那儿学医，又高又壮的那个。在莫大夫那儿学艺，不是莫大夫不就你一个徒弟吗？练功练魔怔了啊！我也能理解你寂寞了呗，毕竟咱都是孑然一身的孤儿嘛。孤儿，孑然一身。他们是谁？哎呀，不要怕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起初，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我在做梦。后来它消失了，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我生来就是一个人。是李飞宇，要帮他们。哎呀，不要怕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奇珍药材应有尽有，看看这谁要点什么？不错，哎，这可是宝物啊，很不错的。哎，你是真的假的呀？哎，这位道友，您想来点什么？我啊，这人我不要。又是谁？为何如此眼熟？哎，道友，快看，前面有人接亲，咱们去凑凑热闹，走。你看，吃饭可真体面。是啊，这可多亏了他们在七玄门的儿子，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，还嫁了个秀才。老刘家可真幸福啊，儿女都有了好归宿。老刘家，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呀。当年我也是这样目送着小妹出嫁的。小妹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力哥哥。人老了就爱唠叨。两位小友见笑了，敢问道友，您手上的红绳从何得来？
你说这个？这是我小妹小时候编给我的。这红绳可有不妥？没有，没有。只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此物。莫非是做了白日梦了？梦？不是梦，绝对不是梦。哎，梦境无处不在。敢问道友，如何称呼？老夫姓韩，名利。此地并非幻境，他怎么能听到我心里所想？老夫当然知道，因为我就是你，就是我。老夫就是你的嗔痴爱恨，悲欢离合，你那些妄想割舍却不能割舍的一切。哥哥，小妹，哥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看我的。你还带着他，你还记得？哥哥，你一会儿带我去那儿吧，我觉得那儿的烟花最好看了。丽儿，小妹，过来磕头。年年有余，岁岁平安。娘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教我编手绳啊？等你长大，自然就会了。你不会再走了吧？你要去哪儿？又要丢下我们吗？想和他们说说话吗？那就带上这个，带上它，他们就能看到你。丽儿，哎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觉得这些都是幻想，人生如梦，什么真的假的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可是我已经走了那么久了，他们，已经不在了。谁说的？他们不就在这里吗？都活得好好的。只有你一个人忍受孤独，带上这个，你也能和我一样，和家人，和他们在一起。哥哥，丽儿，你回来了。哥，在街上买了点水果。哥，你别着急，等你成亲有了孩子，有的是时间抱。来，希望我们的日子像那天上的月亮一样，舅舅，圆圆满满啊！拿不到。哥，还是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开心。
人生和梦不一样，每走一步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对吧？即使是遗憾，那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给我看的这些，不管你是什么，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。厉哥哥，厉哥哥，厉哥哥。我问的就是虔诚，凭着一双手也能摘下星辰。原来如此，还真是做了一场好梦。至今不留，心跳如春，日夜纷纷。点燃一盏明灯，将我藏过万古众生。时换时空，谁又带走我的灵魂？还没醒过来吗？那就不等你们了，我还有好长的路要走。如剑离弦，永不回头。看得真真切切、明明白白每一寸，谁来与我推开觉悟这扇门？聚散离合，一闪而过，你我皆凡人。杨林想告诉他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哪怕玉石俱焚，我也要留在这里。报！给我号令，进城，杀人，封建守日们！但尽人事，不计天命。龙城就是外来者的落脚之地。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活着。这是一个陷阱，必须要活下去。完成任务，积累善功，你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想要的一切。我等舍生取义，正在今日。我今日前来，就是要取你性命。思念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